重點係而家即可免費享用燉湯1盅。晚飯時間到咗秉承一日4餐之第3餐，秉承公館海樂旗艦店提前劇透啊！4個人點埋龍蝦，人均250。點個讚，一起開飯。雖然午飯已經試咗幾款高性價比燉湯啦，但係秉承身上嘅湯有幾十款咁多啊，就將呢度嘅幾款湯全部都試一試。知名基礎，味道就不基礎。赤小豆粉葛燉鯪魚、石橄欖石貨燉鮮包、沙蟲乾燉白菜湯，呢幾款我都超中意嘅，料足又清潤，好適合而家嘅天氣，飲完特別舒服。嗱，嚟得呢度咧，肯定要必試經典款4大美人啦。菜是基礎，味道就不基礎。現正秉承一火一個醬嘅經典款，真係百食不厭。秉承辣，我覺得特別適合配海鮮，既保留咗蝦嘅鮮甜，又有鮮明嘅酸辣層次。雪花瘦肉咧自帶細膩嘅油花，口感嫩滑，小波籠肉質緊實 Q 彈。佢哋喺秉承辣嘅調味下咧，激發出海與陸嘅鮮啊！皮香肉多汁，手撕特別有質感，更有獨特嘅五香風味。呢個晚餐咧，海樂公館4人啦，人均250，你覺得係咪物有所值啊？重點係而家即可免費享用燉湯1盅，秋季福利秉承會員0元享。關注我一齊食好啲，下期再見。